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1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一个交通意外消息。代替一帮自强号列车，对昨晚暗6点要对彰化站的车库驶出来时，转败马，火车的车头和两节的车厢起一边，掉伫咧铁基路外口，加载无人受伤。代替讲，这帮火车会走出来铁基路外口，是拄好伫咧调动车头要换边起行时，两节的车厢无当设好势，转起一边落出来。代替随派人处理，一直到今日透早才恢复双向通车，差不多有30个车帮去牵着，超过2万的旅客行程受到影响。关心国际疫情，根据美国一间大学的统计，到今日透早6点，全世界已经有要过56万人因为患着新型冠状病毒不幸死去，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1230万人。即阵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过去1天内新增加228000多人确诊，是疫情爆发到今上介悬的纪录。但伫咧日本，疫情同款真严重，昨一天就有243个人确诊，当地已经连续2天拢超过200人確診啊。まだ詳細については掴んでおりませんが、確か200さらに超えまして243人ということを聞いております。东京都chế造新增加273例，个创疫情以来新冠纪录，连续2天新增加拢超过200例。东京都地区小弟把学组表示，会出现这样侪病例，是因为对夜店员工进行检测。でこれはですね、1日あたり3000件をこのところ超えております検査です。PCR の検査が実施されており、また陽性者が出た接待を伴う飲食店の事業者の方々が協力をしておられて、従業員が集団で検査を受けるケースもございます。伊也拜托民众彻底做好过来洗手、挂嘴安，避免到密闭空间、人侪所在甲密切接触。疫情搁升悬，不过日本一帮伫咧7月开始开放观众进场看球，每场上限是5000人，而且门票用要卖了了。どんどん日常がまたもう一つ戻ってきたなと思って、それはすごい嬉しく思うので、明日ちょっとね、ぜひ観戦して帰りたいと思います。要进场，乘凉体温超过37度半就袂当进场。球迷无法度伫场内唱应援曲，干那用正常音量加油。不过全球疫情又完真紧张。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到11 6点为止，全球已经将近56万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感染人数超过1230万人。世卫组织公布，过去24小时增加248102例，创下新冠纪录。这病例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印度甲南非。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内疫情，昨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咱新增加2个境外带病入来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在中国的哈萨克，即阵也出现有人去患着肺炎，是这半年来有1700多人去患着。不过当地哈萨克因为讲医疗资源欠缺，也查无这种肺炎的源头。咱台湾的指挥中心初步判断，讲这有可能就是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国内阁新增加2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第450例是20多岁女性，伊长期伫咧美国做工课，伫咧7月初5回国，入境的时阵并无爽快，但是居家检疫期间出现规身躯亚痠、筋肉酸痛等等的症状，就医采检了才确诊。第451例是一个50多岁男性，伊长期伫咧阿曼做工课，7月初伫咧当地有发烧，家己食退烧药无去医生看。7月初8，拄阿曼经过杜拜转机回国的时阵，主动通知讲家己有无爽快的症状，由机场检疫人员采检了后确诊。目前2个人都已经住院隔离治疗当中。目前卫生单位掌握接触者有39人。其中有22人，是这个同班机前后2排的乘客，那他们会列为居家隔离。另外，伫咧中亚甲中国境外哈萨克嘛传出不明原因的肺炎，半年累计有1700多人死亡，致死率比武汉肺炎更较悬。中国驻哈萨克的大使馆佮特别伫咧官方网站发布信息，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针对这个代志，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哈萨克当地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而且检疫量不够，确诊甲死亡人数都有可能不较少，推测不明原因的肺炎都有可能是武汉肺炎。在当地可能是因为
这个 COVID-19 的一个个案太多了，那他在个案的诊断还有死亡这个人数上面的估计上面都有低估的情形。指挥中心强调讲，哈萨克的确诊人数是5.4万人，敢若264个人死亡，致死率是0.48%，比全世界平均4.57%更较济，嘛比台湾更较低。所以判断当地真有可能也有真侪个案无去互确诊，佮需要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来调查。若是累计国内确诊人数有451例，分别是360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佮有36例敦睦蓝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咱先来看《澎湖日报》，针对入境的安全名单，日本甲咱台湾、中国、南韩放伫咧第二批名单内底。伫咧欧洲这边，包括英国、Scotland、Wales 和 Northland 也拢放伫咧安全，也拢甲台湾放伫咧安全名单内底。台湾旅客对昨开始入境英国，拢免搁再隔离14天。来看《联合报》。监察院公布2020年总统大选政治现金收入和支出的状况，哪力两党开上最钱的部分是伫咧做宣传，特别是请网络行销公关公司拍广告，替候选人建立正面的形象。蔡英文电影的政治现金是开无够用，搁塔2000多万，韩国瑜这边是搁存3000万。再来看《中国时报》，这阵已经是热人啊，不过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太平洋这阵也无明显的热扰动。无风台要形成的款，气象专家讲，若整个继续安尼，可能会创下7月份拢无风台的新纪录。不过，若照英国的经验，今年应该有3个到5个风台会扫入来台湾。同款是天气方面的消息，受到太平洋高压和西南风影响，这2天天气是拢真烧热。7月初9，除了新竹市以外，全台湾各地头是拢到柑仔色和黄色，代表真高温的灯号。伫咧花莲的玉里，温度是要升到39度2。气象局讲，这种热扑扑的天气可能会维持1礼拜，请民众得爱特别注意。民众一直用自来水一直转伫咧厝顶，也阁有订的。除了摒扫以外，也是要互厝较降温，较莫遐热。因为初10花莲真正真热，尤其玉里中昼7到39.2度，是全台上高温的地区。太热了，是不是？啊，没有装冷气哦。没有，我这样子会降温了。除了玉里，台北市中昼也出现38.6度的高温，已经6边有观测数以来历年7月份上悬的记录。民众热甲挡袂调，拢去饮料店买凉的来饮，就连外送员送饮料也加送真侪抓。一般来说，应该是大概是30-40趟至40-50趟吧。像我们都会戴袖套，湿毛巾，袖套再给它淋水。全台受到太平洋高压加西南风沉降影响，初10.2度的澎湖县、金门县加连江县，也有台湾本岛的新竹市以外，其他18个县在中昼左右拢是到柑仔色加黄色的高温灯号。气象局的高温排名更加显示，包括花莲、台北、台东、南投、云林这8个测站拢测到超过38度的高温。因为主要是太平洋高压算是逐渐在增强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也有西南风带来的一个沉降效应，像是台北站或是像是比较近内陆的地区，花莲纵谷的话，其实预计在突破36度以上的高温都还是蛮有可能的一个情形。根据卫福部统计，今仔7月初到初8，国内热伤害就诊统计人次数总共159人次。气象局也提醒，一直到下礼拜4 7月16，各地依然是高温真热、侪云好天的天气形态。高温大约是在34到36度中间，民众出外一定要注意，嘛要定定补充水分。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天气真好，有袂少人是拢出门行踏。今仔日是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正式起稿的日子。当地饭店业者就讲，休热这段期间的订房率已经破8成。即阵国内的航空公司已经宣布要增加台北和台东往回的飞轮机机班。初10早起11点，一只中型航空 A321-200型飞国际线的客机降落伫咧台东机场，因为这是疫情了后头一只大飞轮机飞来到台东。机场是以2只消防车喷水车做弯桥门来迎接。
即几年飞北东航线的丽园甲华信航空，拢是用 ATR 72-600型70人座的飞联机来营运，啊，毋过休热交活，丽园航空营运北东线的旅客增加。规划到7月初10到8月30，每一个拜5礼拜，各派飞一只 A321-200型的大客机往回北东。第一班是载100旅客，游客讲即马袂当出国，在这种国际大飞联机来台东，嘛是会当加做讲家己是出国旅游的感觉。以前都小飞机，那我不知道今天的飞机有不一样哎。不能出国，那我们就搭个国内旅行这样，过干瘾这样。我们是公司要来搭那个台东的那个热气球。在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特别开播，活动会继续到8月底，而且政府送的安心旅游补助嘛已经开始。即马台东县大大小小饭店甲民宿，到8月底订房率保守估计拢已经超过8成以上，铁路定位嘛拢客满。即马有大客机加入来营运，旅宿业者认为讲，对台东休热观光运输有帮助。基本上起码都8成以上，而且陆陆续续有人持续在订房，也接到很多散客的电话的询问。旅宿业者估计，15中小项正式休热了后，台东县的景点就会开始出现真侪人。华信航空嘛表示，会看旅客定位的状况，无排除北东线嘛来派104人座的大客机运输旅客。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做伙来关心国军的消息。海军陆战队伫咧操演的时，因为发生意外，地师陈志营和蔡朴武2个官兵不幸过身。国防部是特别做影片纪念因过去对国家的付出和用心。不过，到底这意外是安怎发生的？有人讲，伫咧官兵并船的时阵，有听到陈志营话讲爱成就查某的同仁。不过，这个讲法和海军调查报告内底讲，因是一开始去渡水砸到的情形。倒袂起来。志龙、国宇，这次任务辛苦你们了。海军陆战队99旅士官长的表情真严肃，伊所讲的话看得出对已经过身的艺术是真毋甘。海军陆战队配合汉光演习，这项联合定了的操演，却伫咧操演突击树林船的科目，因为海上无稳定，转来兵船，地师上士陈志营、上顶兵蔡朴武2个人不幸过身，中士阿马勒斗卡拄重伤昏迷。国防部伫咧基隆园地发布影片悼念2个殉职的国家英雄。连长会坚定的带你们走这最后一段路，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不是白白的牺牲奉献。片内底访问共一只树林船小罗海上病院，得到蔡总统探视的陈菊英，还有下士吴英娣，2个人讲出兵船的迄当阵，吴英娣下落水进前，清楚听到陈志营甲阿马勒大声话讲成就女性。我们的艇长上士陈志龙跟中士阿马勒大喊请先救艇上的其他女性同仁，就没有顾虑到自身的安全。我一落水，我那时候是最靠近中士阿马勒学长跟志龙学长那边，对。然后那时候当下因为我一直喊救命，然后那2个学长就是因为吴永志下士吴永志也在前面，然后就是请他赶快过来救我。陈志营无选择自救，颠倒是注意其他人的安全，提醒大家要救人，家己却失去黄金救援时间。不过海军的初期报告说讲，代志发生的时阵，3个人可能第一时间就渡水，昏昏死去。两边的讲法无同嘛，引起注意。我们都有访谈相关的证人啦，那详细的供述内容，我们目前就还在侦办当中，我们就不对外说明。根据军方表示，树林船并船的时阵，船顶的人员反映时间无甲1秒，去年有的空袭画面已经交予检警来调查。检方的小连续约谈其他者负责操作的人员、岸顶的官兵，来查清楚代志发生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国内畜牧业。农委会伫咧7月初8接到金门防疫所通报，讲金门的畜牧试验所有23只的牛，喺皮肤顶悬出现一泡一泡的粒仔。经过检查，讲这种病号做牛结节症。为着防止这种病症拖好开，即马这间畜牧场内底所有的牛，计共500多只，已经全部灭掉。牛的脚趾片数基尾溜，敢若饲条啊共款，一粒一粒生到规身躯。经过检验了后，确诊是牛结节症，加口蹄疫相关是上严重的。加类一边，金门防疫所发现了后，伫初8赶紧通报农委会，讲金门畜试所饲的548只牛内底有23只牛有出现这种情形，而这也是咱国头一摆牛只感染牛结节症案例。PCR 放大出来的那一个核酸序列的话呢，
跟2016、2017还有中国的就是2019的病毒都是99%。牛结节症属有豆病毒性疾病，经由蠓虫这方式传染，毋是人畜共同传染病。发病时阵会发烧、局部皮肤烂起，会咳咳啦。上明显症状就是牛的头壳竖起，抑个淋巴、生殖器这部位会出现一粒一粒的，敢若大粒条啊。疾病潜伏期是28天。得病的几率是在10%到20%，死亡率在5%以下。农委会讲，牛结节症毋是新兴疾病，非洲地区26个国家有相关的疾病，欧洲有2个，亚洲是有12个。金门县的所有的生鲜的或冷冻的、冷藏的这一些的牛肉呢，也一律不准到本岛。即日起，全面的加强这一个所有金门跟本岛之间交通运输工具的这一个避免的这一些的消毒。农委会讲，无排除是对方的病源经由风流传送到金门，造成疫情发生。而即阵已经完成所有发病牛只的扑杀工作。也伫金门特区所周围3公里内底饲牛场进行检查，也未发现可疑案例。未来也会甲这金门全关的牛只来进行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即阵咱来看新加坡。新加坡昨举行国会选举，选举结果伫咧今日透早出来啊。人民行动党摕到83席，确定会继续连任；反对党工人党这边摕到10席。总理李显龙的小弟李显荣所参加的新加坡前进党，并无摕到任何席次。这摆选举计共有192个候选人，要抢93个席次。即马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票率达到61.24%，摕到83席，不过比2019年减3席。伫咧反对党工人党这边，票数毋但有成长，也顺利摕到10个席次。这届大选关系到政党世代交替，第3代领导人李显龙打算会伫咧家己70岁时，甲这个位交予第4代领导人，也就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再来，咱来看日本。伫咧日本九州的大水河，即阵是落几6天，初九雨水有落较细阵，毋过到初10的时，透早这熊本甲长崎，阁熊熊落大雨，河川的水位是规个涨起来。政府是建疏散民众，即阵当地灾情已经造成66个人死亡，16个人找无人。门口口有土石流流落来土沙插头，厝内底状况拢做互冲歹去。九州落大雨做大水，互九州几乎东亚这所在四界拢受灾，嘛造成超过60个人死亡，互多过1个月人熬甜。私たちはもう生きてるけどね、もう言いたくないけども。友達が死んだのよね。有徛在内底，互土石流塌条条，有农民70外个温室种的蔬菜，拢总互因了了。互大水泡歹的家具甲物品，因为处理场限制回收的時間，互民眾的車擺甲真長，引發破壞。毎回下ろせずに帰ってはまた持ってきて、こんなことずっと繰り返してる。バカじゃねえのかって。除了九州几乎东亚有部分的庄仔头对外交通登记，相关的单位是透明抢通，为了防疫，佮有避难所直接用纸帮厝来隔离。连续过来讲大雨真无简单，水才退掉，这边开始清理家园。初10早起，原本佮长期又佮开始落大雨，长期的清川水位又佮熊熊有关，互当地政府要求居民警戒，随时准备避难。这届做大水，有复工大学的教授渡边亮一直接到淹水的所在勘察，发現會淹水是因為水面比路面較懸。こういった地形のところは内側に降った雨が自然に川に出ていく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ここまで堤防高いので川が先に溢れたっていうことはないと思います。明らかに内側で内水氾濫が起こって。專家建議，除了修正路面，讓路面比水面懸，佮增加高台抽水站，避免集中降雨了後，抽水站伊個讓大水引起未赴抽水。記者來從今日報道。伫咧中國嘅南部地區，即陣也因為燒煞了幾落天嘅大水雨，即馬也傳出災情。有嘅是去互，有嘅船啊是去互大水沖去弄着橋；有嘅是捕花龜放去，也閣有民眾趁這個機會去掠魚，轉去互大水沖去。福建一直落大水雨，一隻傳統的遊船互大水沖走，弄到橋尖，一隻全部攏弄歹去。
根据了解，这条船被冲走时阵，船顶有一个人，甲载无性命危险。不过也因为南平小埔市富顿溪的水真紧就涨起来，沿溪大水冲入墾家内底。完了！水淹甲险坎，消防人员赶紧出动协助民众来撤离。受到大水河影响的，也有湖北、浙江、安徽这类省市地区。位在浙江的新安江水库，也就是千岛湖，头一摆9月空全开来下水，场面真壮观。截至初九下晡3点，新安江水库在53点钟内底总下水量是12.98亿立方米，大约是90个西湖，真侪田甲村庄拢淹了。湖北黄石市用新冠复合补化，真侪所在放弃。当地大约6500亩的田，也有侪村庄拢予大水淹了，上千名民众赶紧撤离。家里电啊、东西啊、床啊，什么东西啊，全部水碰在家里，搞不赢了吗？来得太快了。那个电杆就是高压电杆都被冲了，都冲歪了，都松了，就冲掉了，冲倒了。这么厉害啊！就我家旁边，就感觉很可怕。湖南省张家界市也因为大水河，真侪河水拢涨起来，武陵源70多人今年冒险掠鱼，要予大水冲走，下落不明。江西的长江河水位也因为大水河，真紧就涨起来。初九暗时9点外半花放弃，15个行政村拢予大水淹掉。这个幼儿园的1楼，现在我们看已经完全的浸泡在水中了。中国一直落大水雨，做大水，气象部门预估未来长江中下游以外继续出现一个强降雨，明仔防范大水来临会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扛棒，今日要带大家来看布袋戏。即阵会晓讲台语的少年人并无多，即使用台语做口碑的布袋戏，即马也面对着爱传承落去的即种危机。即阵文化部是拜托布袋戏界的人间国宝陈锡宏艺师，拜托伊着爱受师爷，甲伊的功夫传落去，才望讲咱未来后代拢会使继续欣赏布袋戏的水。传统的这个江中鱼哦，真少，对。啊，真少我看讲安尼，咁要消失去啊，咁要无血啊，对啦。对啊，所以讲我从安尼79岁吼，我另外我落去奋斗就对啦，对，落去奋咱这传统的物件，对。啊，你若无传，后摆无伊啊，放弃。乃是仙家之宝，高声亮。今年90岁布袋戏大师陈锡宏，因为烦恼台湾的掌中戏将要消失去，伫79岁时，搁再成立一个新的剧团，毋望甲规世人的功夫，拢教予特别来拜师学艺的师爷。拄啊文主有开这个人间国宝的艺生计划，所以我来考试，我就来考试这个计划。因为咱伫中南部学的方式较无共款。啊，老师咧学的较古老、较传统，伊有一寡骹步手路，甚至伊文武病前后场咧做的方式，我希望说取各家之长。从细汉就对老爸在做布袋戏的王英俊讲，伊来做陈锡宏的艺生，就是甲家己当作是白纸，希望未来出师了后，通结合欧洲的口碑和完整的骹步手路，甲咱把两派优点扣合做伙。老热的八卦走落去。好戏准备起鼓，不只个戏做了更较精彩，无人会晓欣赏，也无较抓。所以台湾的传统戏曲，即阵也拄到一个上大的挑战。传统戏剧呢，上介严重的问题是，即马真侪少年朋友呢听无台语，啊，伊若听无台语，伊当然袂去看歌戏啦、布袋戏啦吼，啊，更加袂去什么啊，重视这个布袋戏、歌戏的这个表演艺术啦吼，啊，所以讲。语言呢，其实是咱即马爱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吼。看戏嘛爱栽培啊，对。咱搬戏嘛爱栽培啊，双方面拢爱栽培啊，对。啊，要无咱讲文言语，无人听有啊，听啊无就对。啊，听啊无啊，咱来先介绍。布袋戏哦，你若搬国语的哦，无拢听无下就对，无下咱这布袋。做布袋戏唔但爱顾红啊，搁着讲口碑。所以台语和布袋戏其实是相牵连，也会使讲是布袋戏的根。啊，民间艺师愿意甲伊年久月深的功夫，无头壳部，拢要传予后辈，也是希望台湾的传统文化通保存落来，未来会使继续开枝散叶。记者李定张玉水台北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如何？咱做伙来去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
北部27度到36度，中部26度到36度，南部26度到34度，东部26度到35度。在金门、平阳、马祖27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元啊。大家敢有发现我的头鬃有啥物无同？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做头鬃。做头鬃汉字写做做头鬃，罗马字写做知耳者，特鳌头，知肮脏，做。第3条，头第5条，鬃第1条。不管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爱水本底就是真自然的代志。像阮爸爸3不5时就会去洗头做头鬃，甲我同款。查甫去剃头，看是要剃平头、女乌头。女乌头就是剃光头的意思，也是要加3分仔头、5分仔头，外国介时行的海角仔头，拢会使，只要家己介意就好。若是有流济味，就要定定收，较袂插着目睭。有的人破平、破中央，也是破边啊，看你的面型较适合倒一种。啊，头毛若伤高就爱拍补，会较清爽。查某囡仔头毛要洗头，通常会先剪、收、洗头。若是要电头鬃，就用管仔、药仔落去电，看是要电大管的，还是细管的；要电好球，还是要电好直，拢有法度。啊，若要染头鬃，看是要染什么色。要染一撮、一片，还是染规粒的，会使做足侪变化。咱若是发现有人去剪头毛、去剃头，会使甲伊学了讲：1日剃头，3日烟头。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咧讲，剃头了后，人看到较清爽、有精神、较烟头款。阁有一句俗语讲：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意思是咧提醒咱大家做代志唔通做一半，要做就要甲做较好，有头有尾，安尼较好势。溜做头鬃，洗头，剃平头，坐眉，拍补。1日剃头，3日烟头。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有时若心情真歹，我就会去互人洗头，洗到一个换头鬃型，有好心情。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公司第几台，就来请收看咱的节目。